每一天，牧师陪你读圣经。今日是11月12。使徒行传1章6节到11节。使徒甲耶稣聚集的时，问伊讲：主啊，你要伫这个时将主权恢复以色列是无？伊甲因讲：别用家己的权柄决定的时间甲机会，毋是咱通知的。毋过圣神临到恁的时，恁会得到气力，伫耶路撒冷、犹太、甲撒玛利亚，直到天边海角，为着我做见证。耶稣讲这话了后，伫因得看的时，受接上天，有一片云甲伊接去，因就看袂到。因还在注目看天的时，忽然有2个穿白衫的人徛伫因身边，讲：加利人啊，恁哪会徛伫遮在看天？这个离开恁受接上天的耶稣，恁看伊安尼上天，伊嘛会照安尼过来。当主耶稣跟我甲学生聚集的时，这个学生因问耶稣是毋是要恢复以色列这个国家？耶稣甲因应：天父有伊家己的决定甲时间，毋是咱啥物人会通知。总是当人领受圣神的时，就要对圣神得到气力，对耶路撒冷、全犹太、甲撒玛利亚，直到天边海角，就会通为主来做见证。所以，咱嘛要亲像初代的信徒，对上帝来领受圣神的气力，互咱会通来宣扬救主国外的福音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